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。耶稣有过伊的死甲搁活，耶稣改变形象。路加福音第9章18节到36节。路加福音第9章18节。有一遍，耶稣家己一个在祈祷的时，门徒来找伊，伊问因讲：“众人讲我是甚物人？”因讲：“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毋过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古早有一个先知搁活。”耶稣阁问因讲：“恁咧，恁讲我是甚物人？”彼得因讲：“你是上帝设立的基督。”耶稣命令因毋通对人讲起这个代志。伊讲：“人子一定要受真侪苦难，互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，阁互人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”耶稣阁对众人讲：“要缀我的人，就否定家己，逐日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伊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，还是毁灭家己，有甚物利益？对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的人，人子伫伊家己甲爸以及圣天使的阳光中来临的时，嘛会因为这个人感觉见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的也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。这个话讲了，差不多8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甲雅各上山去祈祷。伊在祈祷的时，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甲白色色。忽然间，有2个人，就是摩西甲以利亚，来甲耶稣讲话。因伫阳光中出现，谈论耶稣得要伫耶路撒冷死，来完成使命的事。彼得甲伊的同伴忝甲困去，因一个醒，看见耶稣的阳光，以及甲伊徛做伙迄2个人。因得要离开耶稣的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伊毋知家己在讲甚物。伊在讲这个话的时，有一片云来，甲因搭地。因互云包围的时，起惊吓。有声对云出来，讲：“这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拣选的，恁着听叹伊。”迄个声讲了，简单剩耶稣一个伫遐。有一段时间，门徒拢惦惦，无甲人讲起因所看见的代志。默想，若是有人要跟对我，就要放下家己，逐工攀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这段经文对门徒也是对咱拢有真大的冲击。门徒跟对耶稣，所期待的是伊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去做荣耀的大卫王朝。毋过耶稣煞破门徒一桶冷水，伊甲门徒讲，跟对伊所要行的是一条受苦十字架的道路，
十字架道路是啥物？就是甲上帝的旨意放伫生命的头一位，甚至较大家己的性命。耶稣爱门徒清楚伊的身份，因为门徒一直看无耶稣的身份到底是啥物。咱可能嘛甲门徒共款，看无耶稣。咱信耶稣是希望伊会当祝福咱的事业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人生丰盛。毋过实际上煞毋是安尼。基督徒逐礼拜都爱聚会，爱服侍，爱奉献，爱直直付出，甚至为着传福音，有当时啊，互看做是奇怪。总是这敢真正是了之成理？耶稣讲甲真清楚，人若趁着全世界，却甲耶稣的性命无任何关系，这是完全无利益的。耶稣带来是全新的价值观，伊所要互人的是永远的性命。短短人生甲永远的性命比起来，敢真正是损失。耶稣国外了后，门徒才总算看有耶稣的身份，所以就来传福音，为耶稣国来的日子来做准备。咱敢嘛看有耶稣的身份啊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主耶稣，定定阮无愿意接受你是要受苦的弥赛亚，因为阮较介意成功的弥赛亚。毋免伫即世间拄着疾病、灾难，毋免拄着伤济考验，一生无风无影，顺顺啊行。总是耶稣，你煞毋是即款的弥赛亚，你爱阮跟对你，爱放下家己，歹起家己的十字架，敢若经过即款的考验，生命得到更新清气，阮才会得到一个永远圣洁的生命。求主帮助阮。真实面对阮生命的功课，好好来跟对你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